哦，这边会积水到这么高哦。哦，这边会台风季节会积水积这么高哦。你看那个从大水沟飘上来的，你看。哦，竟然啊，没想到这边雨季会积水积这么多哦。把那个塑胶水桶飘走了2次，还有那个树干啊、树枝啊、枯枝啊，也放很大根的在这里被飘走。塑胶水桶像这一种的少了2个了，东边那边少了2个，没有用绳子绑着，跟那个香蕉树干绑在一起哈，用同心绳绑好了。雨季哦，没有说很大的台风，但是就西南气流下雨下到后壁金寮地区都淹水了，淹水到腰部啊。你看，都还会水，你看会这么多，水你看会这么多，你看那个都是水淹过的痕迹，水竟然会淹到这么高了。你看那个那个枯干的枯槁的那个稻谷啦，稻草啦，稻草干啦，你看。哦，你看竟然淹水的时候水位这么高啊，把那个塑胶水桶给冲走了，漂浮起来冲走。那个是山葡萄开花，你看小果树。怎么会长这么快啊？就是因为有一根树干支撑着，让它可以这样长。